很紧张哦。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哎，手好像有点抖哎。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OK 啊。这个没有演，这个没有演。他第一个学期，期末考是简单多少？祝福你的这个7、6、7收视长虹，然后反应分享就非常好，加油！我们的外语老师，他也是我的，算是我们自然的教练，很久没看到他。他刚看到一到，马上包包一放就冲过来，在找我。所以如果不管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啊，不要觉得说你的想法不是正确，你跟其实你的中文就会被他看到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